哟，好巧啊！不巧不巧，这一次没在同一间茅厕遇到，只是我心中实在不解，为何见面总约在这污秽之地啊？因为你我和这茅厕有不解之缘啊。哎，这厕所管理员想的真周全啊！你看他把这男女二字写得如此硕大，还挂在这么显眼的地方，就是不想让别人犯咱们曾经犯下的错。这是我特意找人改的。啊？这宫中大小的茅厕都归我管。原来你成了茅厕君啊！唉，这也是无奈之举啊。自从上次晋升之后，皇上就让我总管着宫中的鸡毛蒜皮之事，我心中也是愤懑至极呀。这次我来就是要与你商讨这些事情。这里的味道太重了，咱们换个地方谈。走。我朝的人啊，真是有情趣。这厕所旁边就是花园，上厕所的同时，顺便把风景也给看了。你别告诉我，这厕所的选址也归你管啊？还是说正事儿吧。我找你来是想告诉你，有关我怀孕一事，其实是张家人的意思，我并没有怀孕。你我二人之间的盟约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。我了解。九王真是料事如神啊！那我再跟你说一件你绝对不知道的事：江映月怀了齐胜的孩子。我已知道此事。那九王对此事有什么看法？那就略臣拙见了。本王以为江氏现在的身份见不了光，但只要生下皇子，齐胜为了不委屈那孩子，必然会叫江氏改头换面。这一点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。只要皇上这样做，届时张家与本王借着齐胜有备纲常，齐齐发难，想必会一呼百应。你说的太对了，江氏是容不下我做皇后的，她早晚会给齐胜吹枕边风，取代我的后位。可到那时，满朝的文武大臣、皇亲国戚，哪一个又会容得下这个蛊惑皇上、乱了纲常的女人啊？九王，如果我是宇宙智商第一的话，那你就是老二了。虽然你说的话我听不太懂，但是现在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。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保住江氏的孩子，我得赶紧和张家通个气儿，让他们万万不能动了江氏的孩子。是，我们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只要看着齐胜一路错下去，一定会抓住他的把柄。哇，这大晚上的把我叫过来是干什么？这一次一定要把持住，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无数次。啊，妹妹，你怀有身孕，这样跳舞会动了胎气的。哎呀，不过妹妹这个舞姿啊，真是倾国倾城啊，难怪齐……什么味道啊？好香啊！哇，好香啊！这把我迷的是五迷三道的。这个是决明子、薰衣草和龙涎香制成的，有安眠的功效。妹妹最近睡眠不好？自从妹妹怀孕以来，我夜夜都睡得很好。只是皇上他经常批阅奏折到很晚，我这香是为皇上备着的。妹妹真是心细啊，难怪皇上喜欢来你这儿。若是姐姐喜欢，走的时候就拿去一些吧。啊，千万别给我！这香要是被我拿回去，绿篱一生的清白可就不保了。姐姐不肯收这香，
是不是嫌弃妹妹呀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我心疼你都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嫌弃你呢？我向毛主席保证，只要是妹妹的，我都喜欢。比如肚子里的孩子。这说来也是巧，妹妹刚有了孩子，姐姐就怀了孩子。哎，姐姐的孩子不重要，妹妹的孩子才重要。妹妹，你可要好好的养胎。今日妹妹找姐姐前来，是想问姐姐是否知道咱们宫中有什么手艺精湛的裱画师傅呢？裱画师傅？不知道。以前皇上曾经给臣妾画过一幅画像，昨天收拾屋子的时候找到了，就想给裱起来。皇上还会画画？该不会是那种画吧？画不重要，重在皇上的心意。皇上给妾身画那幅画的时候，足足让妾身做了3个时辰呢。不知道皇上是否也给姐姐画过？哎，那种画我可没有，我向来都是拍照的那个人。哎呀，妹妹不知道皇上没有给姐姐画过，妹妹不是故意炫耀的，姐姐千万别误会了。妹妹放心，我没误会。小情侣嘛，相互画个画多正常啊。不过我可提醒你啊，这画啊，你可得收好了，流传出去啊，就是艳照门。艳照门是何物？哎呦，僵尸把画给丢了，那可是恶有恶报。真不知道他丢了什么画，说的那么宝贵。听说啊，僵尸称那幅画是皇上亲手为他画的，他还说皇上只给他一个人画过。我呸！什么叫只给他一人画过？我那儿也有一幅呢。有一次啊，皇上在我那儿喝多了酒，兴致大发，硬是让我一动不动，足足做了几个时辰，也跟我说这画是给我一个人画的。你们不说呀，我都还没有想起来，原来皇上也给我画过。只不过啊，我并不在意，也许那幅画早就被我的宫女们拿去胡抄过了。这僵尸还真够自作多情的，以为那画是他的唯一呢。哎，皇后娘娘恐怕还不知道此事吧？走吧，姐妹们，我们去一趟兴圣宫。走啊，去找娘娘。来，快点。我偷他画像哟，看来娘娘果真是不知道呀。这僵尸早已把幽兰殿闹得人仰马翻了，说是皇后娘娘偷了他的画像，嚷着要见皇上呢。他爱见谁见谁，他见天皇老子我都不怕。告诉你，他人我都摸过，我偷他画像干啥？他哭着嚷着说是娘娘您嫉妒皇上给他画画呢。娘娘，皇上果真没有给你画过画吗？没有了。别让僵尸那恶人先告状，到时候啊，真的是跳进太液池也洗不清呢。行了，你们在我面前挑事儿是没有任何效果的，都散了吗？